寿国小导护妈妈的期间，认识了警卫林丰荣先生。在一次偶然机会下，谈起元德宝宫之建设。林丰荣先生现年70岁，才发现林先生在21岁的时候，也曾参与当时妙吉佛堂的建设工程。以下为吴讲师与林先生访谈之内容。以前啊，台湾足艰苦起建就是足辛苦的啦。担都爱安尼，一粒刷一粒三担嘛，都爱用担用牙用拖啊。啊，你无啊，无迄阵啊无路啊，迄阵啊都无产业道路，无开到遐去，足辛苦。迄阵啊，若起建就是听讲足辛苦。啊，迄个时都迄阵啊已经大庙，已经正殿，一拄咧起。啊来我嘛去拖咱这石头啦啊对石头做刷，爱用拖来到遐来建设来起间庙来买间庙安尼会做石头，实在非常的辛苦，真感谢真感恩咱这前人安尼来建设着这间咱这元德宝宫安尼，实在是真感谢的。对啦，因为这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啦。嘛是你甲咱讲，咱这大道的宝贵。你看咱过去咱这前辈者，为什么因来要咱牺牲奉献？你有印象啊？阮咧王老前人来起来时，是毋是拢有啊？伫山骹安尼换菜买菜。啊，啦，用行对啊。嘿啊，用行，迄阵啊无迄个产业道路，也无咱开这路拢用行。有影有够辛苦啦！咱讲讲实在，伊起这间元德宝宫实在是确实足，无看我足辛苦的。老人家非常慈悲，谢奉献。是哇。佛堂屋顶结构用块木组合而成，至今已逾50年，完好如初。民国51年，妙吉佛堂重建工程完成。同年举行2次安座大典，让全台道亲皆有机会参与开坛盛会。妙吉佛堂保成后，台湾一贯道各祖县的道亲从纵贯公路经过，都会慕名来访。旅游界的游览车经过尖山脚，司机都会向游客介绍山上那间佛堂是一贯道总坛。民国51年，为避免关考，奉成功文祥老枢纽之命，王老前人将户口籍贯并同祖先神位设置在妙吉佛堂，而后以道教名义申请改名元德宝宫，暂时脱身于道教会，避开政府的取缔，让佛堂名正言顺公开活动，稍稍减低了办道活动的安全顾虑。自此以后，道亲慢慢回流，代表着元德宝宫的道务在种种罹难后的复兴，从此奠定了元德宝宫的道基。元德传承，成立道务中心。民国60年代开始，一贯道已走过了关考的黑暗期，有了渐渐走向光明、展露华丽光彩的机会。此时政府的取缔已不是道务的阻力，反而是办道的助力。民国94年8月，为一贯道祖师传道100周年纪念，一贯道总会特别举办了世界万人读经会考。当时的马主席、现任总统与立法院院长及多位官员均到场莅临致辞，肯定一贯道为社会的教化与贡献。各大媒体也争相报道读经会考现场。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个理想，透过教育教化，让社会变得更和谐。一贯道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60几个的这个分会来成立，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道亲，事实上已经有400万人之多。
跃为我们台湾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。大会考吸引了包括3岁和86岁的民众来应试，场面相当的有趣。大热天5、6千人待在帐篷下，不嫌热，因为就只是怕背不出东西来。眼前这位小妹妹只有3岁，但背起经书来可是浑然忘我。老母降下通天教，火影山前对河童。妹妹你好厉害哦！你花了多久时间背起来的？天花老母垂是虽然喜欢在鼓动。以45经为主的一贯道，至今就有100年的历史。扩大规模举行705个国家万人读经大会考，考生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，而最大的有90多岁。不分年纪，不分国籍，万人一起念经书，在这个时代还真不多见。东森新闻周明景、黄志贤。当国人真正看到一贯道男女分班、彬彬有礼、教中教孝的道义，以继往圣绝学的道场以后，让人们觉得是得到名师一指点，有着人生难得、大道难逢的体认。此时，成功文祥老枢纽重新再用三才上坛，道运所致，在众多点传师、坛主的努力下，元德宝宫道务发展急速，开设许多佛堂，道亲人数激增，佛堂空间不敷使用。成功老枢纽指示下，全台10单位相助兴建现在2楼佛堂，并派台东张前人正德驻堂管理之。经过4年建设，元德宝宫新堂于民国74年8月16日，由成功文祥老枢纽亲自主持开坛大典。典礼那天，冠盖云集，在坛道亲多达数千人，盛况空前。民国77年、78年，成功文祥老前人、杨以文老前人相继归空。王老前人承续道务领导，鞠躬尽力，谨慎自持。此时，王老前人指示，命华德单位管理元德宝宫迄今，由江秀英、蔡东坚、陈宝户等点传师监督元德宝宫后续工程，增建停车场，扩宽道路，环境美化。